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花开正红时。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这像爱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恁输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这像爱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恁输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你是过来找我要创啥？顶摆迄500万已经去互蔡明雄硬拗倒去啊！想袂到你甲蔡明雄交情阁不止遐深。500万，你这什么意思？算是补偿你顶一摆的损失，另外请你甲我办一件代志。500万，500万，就想要叫我乌良替你办代志啊！还是当作我乌良从来毋捌看过钱。500万是加予你的，我这个资料，无得卡你愿意开5000万来买。你底下咧是摕啥物件？你想要威胁我？想开来，是毋是蔡明雄？我若要威胁你，哪会着搁予你500万？我无你到底是啥物意思？这内底是蔡明雄乌西组长甲议员的详细资料，包括名单、金额、时间、甲口座的号码，拢伫这内底。你到底要创啥？我害蔡明雄倒落去，你做会到无？有这资料，昨日蔡明雄都无够死。警察真是啊！我甲你跪下，我拜托，无论安怎，一定要找到伊啦！拜托的啦，我来拜托。你唔免遐急啦，你放假是大人，也唔是囡仔啦。依照阮的规定吼，上慢慢24小时，阮较会当讲是失踪啊，阮较会当讲去找人。你安尼，我实在无办法帮你斗3工啦。24小时哦。嘿啦。拜托，你签技术线是从讲，签技术线就是爱。你哪要找人啦？我哪还？准话啊！派出所，遐有人跋咧断崖哦。
你真是啊！感谢菩萨哦。聪诶，是你啊！哎呀，我我讲明啊，是安怎呀？你是不是伫咧病院啦？你已经昏迷，真的是你啦呢？哎呦，听我这是规工的哦。哎，你弄着啦。啊！哎呦！啊！海结啊！是海！哎呦！哎呦！我的脚就痛，啊，你脚都滑倒啊！我的脚哪会讲安尼啦？是安怎啦？你脚骨闭开啦，脚骨闭去。你对遐尼悬的所在跋了，无脑运动已经真加菜啦。剩的吼，阮会阁做一步检查。医生啊，伊的脚吼，偌久会好哈？会好啊，休困一段时间就好。哦，等下警方来做笔录，了解情形。若有啥问题，通知互你知。好好，多谢多谢。多谢啊。海结啊！拢是这个海结啊！你拄着海结啊？啥物才找到海结啊？尔，都是伊甲我骗去山顶，按山顶甲我请落来的啦。伊甲你请落哦？哦，啊，这个人小到有一个呢，连讲我若杀着吼，我一定甲北皮地粗坑啦。你讲啥物？昨暗叫我来离检来酒店，离检你又叫我带去。是啊。啊，这代志你我较早甲我讲咧。你。喂，什么代志啦？什么？警方来搜查咱财务课，资料拢摕了了。我知啦。当然，啊，又讲我是什么代志啊？昨下乌龙带人来评现场啊！乌龙带人来变咱的场，啊，这情况怎样？这啊，什么这都是我笨蛋，你知道？喂，我就是啦。唉，张组长啊，啊，即摆情到底是安怎样啊啦？是安我想你拢做。你讲啥？哎，我知影。希望甲欧良因。我知。大，就是乌良咧干做对。乌良只不过是人手中一粒棋尔。我再讲，我张组长甲议员遐钱，是拜托顾良甲我送过去。乌良无可能知影讲我甲伊合作这件代志的证据。敢讲咱公司有内贼？内贼？安尼是啥物人？是毋是高准啊？高准啊？礼拜。张组长，谢。这段时间你伫公司的表现呢，我真满意。我拍拼后，你的进度呢，包在我身上。多谢张组长，我会好好拍拼。我也知你一定会啦。是讲我向风来找你，你敢袂感觉真奇怪？我是有一件代志呢，要叫你去甲我办。啥物代志？关于着王志强的代志。王志强？无毋对。王志强将丽玲抬到上帝所以失去信誉领导，本来就应该爱接受法律制裁。伊跳法来逃亡，警方呢伫甲通缉。伊即马南美伫血运行伫工作，我咧带警察去甲抓。张组长，是安那这件代志一定爱我去做？理由真简单嘛，愈甲伊接近的人呢，伊愈袂怀疑，安尼就袂搁再叫伊逃走去。蔡明雄存心要试探我，安怎？这样简单代志，敢讲你毋肯甲我斗相共？哪会？等，我即摆就来。
对后壁去，好好感谢。是，无准啊，上好毋是你。好啦，李伟，忝着啦。无啦，也毋知安怎，阵然无伫身躯边哦，感觉怪怪的。啊，你以前真少分开哦？自细汉到大汉，我甲俊然哦，斗阵食，斗阵困，斗阵做工课，啊，搁斗阵相拍，根本就毋捌分开过。何李伟，我看恁咧袂惯心嘛，毋是办法。无我搬出去住，你甲俊然咧带倒来住，好无？你在神经哟！即摆做出遮无义气的代志，你搁叫我找？操啊！这个，阿公，紧走！哎，两位啊，啊，有啥代志啊？闪啦！哎呦，你莫找人哦，叫我就是啦。你好啊，公婆。我替你找啦，袂啦，我替你找啦，好无？你哪遮戆啦？叫你走，你哪会走？我应该有俊男兄一个一直讲起。你咧无毋对？对，就是伊。恁爸青梅10几年啦，把你当做上好的兄弟啦，了不起囝，呸！你莫怪我，做毋对代志，本来就应该接受法律制裁。我愿意接受法律制裁，我只是想袂到，错人了也是你。阿强，阿强，高俊南，我以后会帮你耍啦，了不起！代志无好，代志无好啊！啥物代志啦？阿强吼，叫警察抓去啊！啥人互警察抓去啦？啊，就是为着伊台上串联迄个代志啊！而且哦，是主人去报的呢。是俊男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予我，若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丽丽，我想要麻烦你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你讲啊。今仔日恁阿爸叫我带警察甲阿强抓起来。为什么？是为了志强甲我抬吊箱的代志？对。哎，你要倒？我要倒去找阮阿爸。你即摆找恁阿爸已经无效啊！我想这件代志，你家己走一段好无？走一转？互阿强抬吊箱的人是你，所以一定爱你去才有效。我知影叫你安尼做，你会足为难。也毋过只有这个方法，才会当解决问题。对啦，我麻烦你的这件代志，除了你甲我以外，我无想要互任何人知影。其实，伫我的心内早就已经原谅志强啊，所以我一点仔拢袂为难。等到是你，互你较为难，敢毋是呢？王志强这桩杀人案件，被害人蔡丽玲因后被蔡明雄已经提出告诉，所以王志强即摆是通缉犯的，我是依法行事，恁的要求我无法度答应。组长，啊无敢有啥物办法会当救我小弟？我也是考劝恁哦，建议替王志强找一个好律师。第二就是当事者伊无想要追究，无提出告诉，也就无王志强这场官司啊是走袂去。行啊，爱蔡明雄无爱追究哦，真哪有可能啦？我来找。不好。丽玲，请问组长是倒一位？我就是。组长，我就是当事人蔡丽玲，我是专工要来甲你讲，王志强并无伤害我。我跟你交代，为
恁讲上久咧。好了，多谢。姐，志强，你已经无代志啊？我无代志啊。是啦，是丽玲撤销对你的告诉，以当事人的身份买追求啊。伊是安要救我，恁阁无人去找伊。你讲啥物？你去撤销告诉，放王志强走？无毋对，你为啥要安尼做咧？敢讲你袂记得王志强甲你抬着伤，指出你失去信用的能力？我已经袂记啊，我真是已经袂记啊。阿爸，咱斗阵从遮的代志拢好放袂记，好无？丽玲，阿爸，这段时间发生遐尼侪代志，敢讲你还袂受到教训心？你若是无法度将万分放落，你就会痛苦。我已经无想要搁再痛苦过日子啊！我要将所有无快乐的代志讲我放袂记，安尼我才会得到自由。阿爸，我希望你会当甲我同款，安尼咱爸仔囝才会当快乐过日子啊！我无你这尔伟大者。阿爸，你较清醒的好无？你知影无？你伫咧伤害别人的时阵，嘛是伫咧伤害你家己啊！假使你若继续怨恨落去，我会选择离开这个所在。我不准你离开，任何所在嘛袂晓去，这是你的事呢。敢是？厝应该是有爱，毋是有怨恨的所在呢。阿爸，我希望你会当互我看到你的爱心，安尼我就永远袂离开你，嘛袂离开这间厝啊！小等，我问你，你若知影王志强叫警方掠去这代志？阿爸，我住伫个遮，厝内面发生的代志，我哪会毋知影咧？小姐，是郭主任甲你讲的吼。随在你啦，你要讲啥就是啥，这对我已经无重要啊。上重要的是我不爱搁看到怨恨甲报复。阿爸，希望你会当成全我。当然，一定是郭主任甲讲。无可能，卡算伊呢，丽玲已经替变改。毋是啥物人呢？我安怎样讲？乌龙脱离不了关系，既然无就找着来惨，直接来找乌龙。真罕客，真罕客，蔡董，想袂到你会亲身来我这个小所在，来，坐。乌龙，你无需要这样请赢着。只要我蔡明王一天无倒来，你一天就爱较适意。会啦，凡事有一天会互你等着。听你意思，你是真心要甲我做对头对？蔡董，十几年来，你利用组长甲议员的关系甲我压落底，即马应该是我出头天的时阵。我问你，我甲组长有议员因交往的代志，是啥物人提供互你的情报？若是要爱人毋知，家己就莫做。既然若是做，别人当然会知啊。到底是啥物人啊？我先来甲你讲，乌龙你安怎？你想要拖住心？这是我的地盘，今日你会吃亏哦。乌龙，我蔡明王若无相当准备，我来找你。哦，啊，今仔什么日子内底哪留着滚滚啊？诶，蔡董，你也来哦？好议员，嘿，你也真拄好。乌龙诶，我知，我今仔就是有代志要和乌龙参详。蔡董，真歹势，我甲柯议员有真重要的代志要参详。好，真好。恁食碗来洗碗外，小队当着。坐。钟伟啊，钟伟，你先冲下啦！哎呦，你
哎呦，你若要摕啥物件，你就等我转来就好啊嘛。哎呦喂，来，有管好无啦？我甲你讲哦，你即马骹安尼吼，拢袂使振动的。我就是不爱做废人啊，叫我拢袂使振动，我将来是要安怎？谁讲你是废人啊？你无听人咧讲，拍断骹骨哦，颠倒用啦。人是讲拍断手骨啊。啊，你断骹啊？人迄医生嘛有讲过啊，调养一段时间你就好啊嘛。我就是不爱拖累你啦。啊，但你为着我，啊，规个生理担拢叫警察抄去啦。即摆咱两个人拢无收入呢，啊，规日死坐活食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你讲迄哦，免烦恼啦，我存淡薄仔钱啦。知的啦，等你即落情形，才是会当存偌济啦。你家己嘛是爱欠一寡母本啊。自从甲你熟悉了后吼，我真公平的吼，甲你学足侪代志的呢。我甲你当做我亲大姊同款。那你的代志哦，我听你甲到。你都莫对我伤好啦，你甲我听甲到，我是要安怎报答你啦？哎呦，出外嘛，大家拢有困难的时阵嘛，对无？你无听人咧讲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啊。你是我的朋友，你若有困难，我听你啊。啊，我若有困难，我去找朋友借钱就好啊。找朋友借钱哦？系啊。好啦，啊，倒要啊吼，食便当啦。袂啦，我真正袂晓，我不爱食啦。免烦恼啦，这是用家己钱去买啦，啊，袂去借着钱的啦。紧张甲安尼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若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奇怪咧，啊一笔500万咱哪会找无啦？啊是用喺倒去啊？连讲一声都无呢。阿爸阿母，你哪早转来？阿爸阿母，好佳哉是赶紧转来，啊若无，唔知要互你母甲变安怎？阿母，是安怎啦？小白啊，病院的小铺内面有一沓500万的，登记是恁领出来，咱无登记用按倒位去啊？阿爸，是我叫树平领。是你叫秋平去领？啊你一捆仔领到500万，是要创啥？阿母，我讲出来你明白无？那正当的用途要来骂你啦？这应该嘛算正当用途啦。啊，就我一个同学，伊要开业，伊资金无够，先来甲我借啦。啊，我就叫树平去领500万借伊啦。敢真是嘞？是真实的啦。哦，你阁做大方咧，啊一小就借人500万啦？斗相共啦。无啊，讲斗相共嘛有一个款，以后这种代志较卖咧啦。好啦，阿爸阿母，啊无时间无早，你较早休困咧，晚安。晚安。阿爸母晚安。晚安。国良啊，阮话讲的，你敢有相信？你真是困袂去，找我陪你来看提醒哦。唔是啊。那安尼，你是有话要甲我讲哦？你讲啊。真感谢今仔日你甲我斗相共。哦，你敢有遐尼大的面子？讲真实的，你毋免感激我。我安尼做的时阵，心内真安心，也真快乐。其实你已经做足济啊。可惜袂当改变阮阿爸，假使阮阿爸的想法就无法度改变，就无法度阻止不幸的代志继续发生。这是我上烦恼的代志。丽玲，你真正是一个足善良的查某囡仔。啊，甲秋萍比咧，是的啦，我毋是故意的，我。无要紧啦。你放心，以后我绝对袂伫你的面头前提起秋萍。耶，唔
毋是讲好莫搁提起，你哪会搁讲着？无要紧啦，其实你安尼讲我也无差。王秋平，你知无？你阁有一个遮尔啊善良的人咧替你打做，文华，我是咧利用你对我的爱，是干那咧利用你，你哪要遮尔啊戆替我红脚？我安尼做到底是对还是毋对？即马连丽玲拢已经变成一个遮尔善良的查某囡仔。我安尼做是伤害两个遮尔啊善良的人，我就介绍。我老一个权利为着家己的怨愤，去伤害一个遮尔爱我的人。你是安那？是毋是阿爸阿母咧查笔试，你咧艰苦？文华，你明明知迄笔钱是我摕去用，你哪要搁替我暗扣？你哪会问我迄笔钱是用去倒去？我免问啦，你摕钱一定有你的用途，我完全信任你。代志已经过去啊，你莫搁想遐尔济啊。文华，你莫对我遮尔好无？我无记得互你对我遮尔好。秋萍，你莫安尼啦，伫我的心内，为你做任何代志，我拢甘愿啦。我爱你，我真是真爱你。你爱我，不过我并无。秋萍，莫搁讲啊！我并无讲，我若无讲，我会甲你变甲气笑。文华，你听我讲，我并无爱你，我是在利用你。我会叫你是有目的的，你是我的心肝海，一定要搁有准男的。我，你哪会生气？你哪会骂我？当初你离开正南的时候，来选择我的时候，我就一直相信，是我的诚意来感动了你。以前我就下决心，要全心全意来照顾你。就准讲你有啥物唔对，我拢袂反悔。伊还阁会记得，伊讲阿母将小事交予我，我阁甲伊交予你。这边。文华，啊你咪去送阿爸甲阿母去机场，你才紧就转来啦。阿爸讲免我送，叫司机送伊去就好，所以我就转来。拄则我伫房间找无你，想袂到你安尼紧就摕遮整理啦。我想讲你无伫咧，啊嘛无代志做啊，我想讲这物件我早晚拢爱了解，我毋则甲拍开看卖啦。啊，无你整理啦，我来上班。从迄天开始，我心内就有疑问。阿公，顶遍你啉烧酒醉，倒伫我的身躯边，一直叫俊男的名。我叫无落是不得已的，你敢知影我叫无法了？我心肝内落痛苦。我咧想，你若讲这种话，讲计划是不得已，是遐尔痛苦。敢讲你对我的感情拢是假？你对我无感情，是安怎假我？我不相信，我不做梦去。最后，我得到一个答案，就是因为我爱你。为了爱，我愿意原谅你所做的一切。对你，我无啥物要求，我敢若要求，你会当互我爱。我无用，我无用，明明已经讲啊足清楚，我底做唔知影。我要甲你离婚，我无记得你遮尔爱我。秋萍，你有简单，你莫讲离婚好无？你
知离阮这2年伫我生活来讲要碎去啊！你既然感觉对不起我，你就不应该伤害我。你哪要这么啊讲啦？秋萍，咱要重新开始，你给我一摆机会好无？我相信我会用真心，然后你接受我的爱。秋萍。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。啊，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哎呀，哎呀，无法度啊吼。哎呦，平安，因为不要坐啦。啊，辛苦了。我咧做嘢咧，是要去找海吉啊啦。就算有伊个人伫你面头前哦，人伊用白哦，你用走哦，你嘛钓伊袂着。春花啊，你莫搁甲我讲哦，拖累我的代志啦。你即马要找人，就爱靠我呢，我遐大箍马要中奖，怎要替你出力咧？连讲哦，你讲毋正人哦，我掠着哦，伊爸就用铁铐都甲斩一个青笑青笑啦。阿英啊，我就是袂搁再拖累你啊。人讲钱济好行，人情济是歹行咧。我已经欠你遐尼济啊，一世人若行袂完，我是啥物爱你行啦？你安尼讲，大家歹透阵啊嘛？拜托的好无啦？啊，我教你去找海吉啦，好无啦？拜托的啦。啊，你哪会咧哭啦？我当然要哭啊！一个查某人啊，我摆骹啦，我含汗啦，我看你足艰苦的，你知影无？阿姨，你实在是足善良的呢。我应该哭的人都无哭，你怎咧替我伤心？我知啦，后摆我袂偷走啊。你讲的哦，讲话就爱算话哦，安尼就对啊。行啦，我歹啦。
钱拢无要紧啦，找人较要紧啦。啊，行好嘞。哎呦，来啦，我摸上车啦。我家己行啦。好啦，行啦。哎呀，唔通啦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我就家己行就好啊。春花啊，你有闪到无？不要紧啦。无可能，阮某绝对无可能。我看到村长嘛，甲一个查甫人有到亲密的啦。无可能啦，阮某无可能安尼做。这种话哦，我唔知影讲过几落百届啊。啊讲嘛唔讲哦，外口安怎去做啊？咱内底也唔知啊。你调查，我讲阮某就无可能啦。啊，你莫自我安慰。莫甲讲啊，都无可能，无可能，阮某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啦！都这样讲啊，阮某要安怎啊？你听无？无可能，要安怎啊？阮某无可能啊！我秘密，阮某袂啊！喂，哎，我就是啦。哦，王经理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嘿，啥物？你要取消我所有贷款？无啦，王经理，啊，当咱来往这是一年着，搁再讲，我的信用一定嘛无问题啊，啊，你何必安尼做呢？这哪有可能啦？短短时间，我要去倒位赚这侪钱来还银行啦？啥物？你要去我申请借口啊？查我财产？你何必做这样来做呢？搁再讲，王经理，王经理。一间取消咱的贷款，这公司变来维持落去。想要到遐资料对咱影响会这么大？这可恶，有够可！总有一天呢，我绝对不要了看。这到底是什么人？介意变口？错阿伯，真实的啦，阮阿爸伫咧病有真重要会议要开，唔知无法度转来，请阿伯原谅啦。恁老爸开会无就转来，要恁老母呢？阮阿母伊去庙里拜拜啦，所以才无时间见我。啊？因那明明是你骗我嘛！都对咩？阮拄则要挂我先敲电话，因都要有伫个咧。阿伯，这样这，阮阿爸甲阮阿母因是惊去互拖累着，所以才想骗我吗？20年的朋友交情哦，我转过来的时阵，无甲我斗相共就惨死了，连见我面都唔敢。因安尼未免伤过过分啊！错阿伯，我好好，你无需要搁再讲。既然对我呢，既然无讲正义呢，我也无需要救因啦。准咯，啊，咱转来。错阿伯。我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这个保险箱内底一定有真侪蔡明雄犯法的证据，无得看嘛有伊甲海吉拉资金来往的资料。你应该放心嘛，我想恁阿爸应该无问题。希望这个地契会当解决无钱的问题啊。对啊，公司遮尔重要的代志，你拢愿意甲我讲，你真正遮尔信任我？我无信任你，我是要相信谁的？我来讲，这查某够现实，想要到因竟然这了做掉。当然，咱讲了唔甲钱借咱，你拍算要安怎？会
当招所在拢开嘴啊！啊，即嘛还阁想当拍死。爸，对不对？哎，准人，啊，什么时阵来？丽玲打电话给我，叫我陪伊出去。啊，要去倒位咧？我有一个朋友愿意借咱钱，我摕咱这间厝的地契去互伊抵押。什么？你要摕这间厝地契去抵啊？袂用咧，我唔带。阿爸，公司规工啊，就要发薪水啊，咱的钱拢摕去互银行啊，公司是要怎处理啦？当处长，薪水若是发袂出来，员工会招乱的哦。俊人讲了无毋对啦，咱公司也要继续经营落去，要有员工对咱有信心。恁去。咱咧阮啊。想到我竟然落到这种地步，我安怎又想袂到？到底是啥物人？伫背后咧变歹？喂，阿峰哦，啥物？你已经探查到啊？王秋明竟走无甲乌良见面？好，我知影。若有啥物消息，随时我联络。王秋平，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伊。等，怎么变了？到底找乌良？啥？你叫我将手林的资料交出来，互你？我唔对，我要你马上交出来还我。啊，我若唔交咧？乌良，你也知影哦，你的弱点毋但伫我手头，只要我若甲警方检举你十条性命你就无够死。你想要威胁我？我还要甲你讲，你若是无袂记的，你就知影老启东迄个命，你若牵涉伫内底。你若爱我死，我甘愿你叫你无死命。乌良，你何必遐尼生气咧？搁再讲，你是凭啥断定讲我手里有你犯罪的资料？敢讲你著派侦讯社来甲我调查？乌良，我甲你查过啊，王秋明我来找你，伊来找你要创啥？你家己心内有数。你怀疑我甲王秋平串通啊？毋是怀疑，是确实。就说讲我甲王秋平串通，也无你是要安怎？操蛋！你若是想要利用老启东迄桩命案，逼我将资料交出来，我会当直接甲你讲，你会免笑死。好，乌良，只要你会当将物件还我，我答应你，我将一部分的地盘呢让渡互你。你讲你要将一部分的地盘让渡互我？无毋对。我等你这句话已经等真久啊！好，就安尼决定，我将资料交出来。人叫做李海吉，恁有看过无哈？伫倒位看到的？对啊。伊叫做李海吉哦。对啊。
我姓王公，姓女名叫洪春花。半路经过遮吼，真实的也无买物件来遮甲你敬拜。但是姓女要救你，拜托哦，互阮会当赶紧找到李海杰，因为这个人是足歹的啦，伊害阮翁仔某凄惨落魄，我若无紧甲伊找出来，阮翁地大手，冤枉就无法度洗清。我求你，互这个李海杰会当受到制裁，拜托拜托拜托。春花啊，咱安尼吼，袂输敢咧选举，一直咧拜托拜托。即马都无地找人，啊唔拜托，无是要安怎？再拜托啦吼。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恶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野价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依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，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，我有爱